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文風講生肖。我成日同大家講，做人做事最緊要就係順應天時，順天而行，事半功倍；逆天而行，吃力不討好回首。2026年數奔年，你係咪覺得自己明明辛辛苦苦為咗呢個家傾盡全力，但偏偏身心俱疲，力不從心？人到咗一定年紀上，要顧及老人家健康，下要操心仔女嘅工作、婚姻同成家立室。你每日為家宅大小事務操碎咗心，有時連自己身體酸痛、關節不適都顧唔上。你想儲少少錢積谷防饑留嚟養老，但偏偏物價又貴，生活開支好似流水一樣，錢財更加好似過手財神，點儲都儲唔到。更加令人心塞嘅係，身邊仲時不時有小人口舌是非，或者被假意關心嘅朋友佔便宜，搞到自己晚晚睡不好，每日心煩意亂。如果呢啲心酸正正係你嘅寫照，我最想同你講，請你先寬心，千祈唔好自責啦。呢啲唔係你做錯，亦唔係你無福氣，係上半年受天星丙火過旺影響，氣場太燥太熱，克住咗金氣，壓住咗財星同家宅氣場。但天道循環，隨住氣場交接天地，即將迎來一次火退金進嘅大洗牌。抽金之氣接管下半年，天地由大火爐轉為大金庫，更有3個生肖命宮大開，即將開始10年一遇嘅翻身大運。今日我會為大家拆解3大重點。第一，轉運關口有3大禁忌，千萬唔好犯，否則啱啱行到門口嘅財氣會被你推走。第二，揭曉邊3個生肖能接掌10年大運，就算你自己唔係，如果屋企人、另一半或者仔女屬呢3個生肖，都一樣能帶旺全家財氣。記得睇完轉發俾佢哋。第三，如果你同屋企人都唔喺名單之列，千祈唔好走開，我更加會公開壓箱底秘法。立秋八白聚金局，唔使花1分錢，用廚房物件喺屋企佈陣，強行將財氣吸入住所，鎖死財富。想喺下半年扭轉乾坤，保家宅平安，無論係你自己定係屋企人上榜，請大家即刻喺留言區留下一句家宅平安，財源廣進。呢句留言係為你同家人凝聚善念，連接金氣場嘅宣言。我哋依家即刻拆解。喺揭曉到底邊3個生肖有幸接掌10年大運之前，我必須先同大家講清楚一個極之關鍵嘅前提。節氣交接氣場轉折嘅呢個關口，就好似蛇蛻皮蝴蝶破繭一樣，係一個極之脆弱、極之敏感嘅時刻。喺呢段時間裏面，你間屋嘅氣場同你個人嘅磁場，好似啱啱出世嘅嬰兒一樣，極容易受外界負面能量影響。所以有3大招衰運嘅禁忌，你千萬唔好犯。如果你犯咗，就算啱啱行到你大門口嘅財氣，都會被你親手推走，連門都入唔到。第一大禁忌，忌怨天尤人，身窮散發負能量。大家要記住，玄學講嘅吸引力法則係真實存在嘅，財氣係非常有靈性嘅能量，佢歡喜光明同希望，最怕就係抱怨同怨氣。如果你喺呢個節氣交接嘅關鍵時刻，成日喺度呻自己冇錢，怨天地唔公平，抱怨身邊人對你唔好，你講出嚟嘅每一句負面說話，都會喺你身邊形成一股沉重嘅黑色氣泡。呢股氣泡會變成一堵厚厚嘅牆，將所有啱啱準備入屋嘅好運同財氣全部擋喺外面。所以就算你心裏有幾多委屈，喺呢段時間都請你先忍住，多同自己講正面嘅說話，為自己建立一個迎財嘅好磁場。第2大禁忌，忌同屋企人吵架起爭執。俗語講得好，和氣生財。喺氣場交接嘅時期，因為5行能量波動，人嘅情緒好容易變得浮躁，往往會因為一啲芝麻綠豆嘅家務瑣事就火起。但係我提醒大家，呢段時間一旦你喺屋企同屋企人吵架，嗰種嘈吵嘅聲浪、憤怒嘅情緒，會好似一顆炸彈一樣喺屋企引爆，瞬間將啱啱開始凝聚嘅脆弱財氣震得粉碎。你贏咗一場冇謂嘅爭執，但輸咗成個下半年嘅財運，到底值唔值得？所以遇到唔順心嘅事，深呼吸，保持心平氣和，家和萬事興，財氣自然留得住。第3大禁忌，借錢俾人，呢一點關乎你錢財嘅生死存亡，大家一定要記實。秋天喺24節氣裏面代表嘅係收割同聚財，就好似農夫將1年辛苦耕耘嘅糧食收進糧倉，準備過冬一樣。如果喺呢個收割聚財嘅關鍵時刻，你將自己嘅錢財借出去，就等於將自己啱啱收割翻嚟仲未坐暖嘅新財富送俾人。呢個係極之傷財運根基嘅舉動，會直接導致你下半年極容易漏財。
錢財因為各種莫名其妙嘅原因流走，所以除咗救命嘅緊急情況之外，無論任何人問你借錢，都要學識禮貌而堅定咁拒絕守住你嘅錢囊。呢個係聚財嘅第一步，避開咗呢三大禁忌，保住咗氣場嘅純正之後，我哋就可以嚟睇喺立秋氣場大洗牌之後，究竟係邊三個生肖能夠迎嚟10年一遇嘅翻身大運？第一個要恭喜嘅係屬牛嘅朋友，屬牛嘅你喺五行裏面屬於丑土，丑土係濕土裏面帶有豐富嘅水分。喺上半年烈火猛燒嘅時候，屬牛嘅你過得非常難捱，就好似被嚿大石壓住，明明付出好大努力默默耕耘，但回報極低，甚至有力冇掟使。但隨住立秋後火退金進，屬牛嘅丑土係最能吸收餘火、最能生金嘅濕土。你喺上半年受過嘅打磨，會喺下半年全部轉化為實實在在嘅財富。過去卡住冇進展嘅投資，以為收唔返嘅舊賬或壞賬，都會無端端迎嚟轉機，甚至連本帶利還返俾你。正財同偏財運都會極為旺盛，係典型嘅厚積薄發，大器晚成。立秋就係你大翻身嘅起點。第二個要恭喜嘅係屬猴嘅朋友，屬猴嘅你喺五行裏面屬於辛金，上半年丙火過旺，火旺克金，屬猴嘅你係首當其衝被針對嘅對象。你可能會覺得四處受限，才華無處發揮，甚至頻頻遭遇小人打壓，非常壓抑。但立秋一個秋金登場，成個天地就變咗你嘅主場。你嘅運勢叫做驛馬逢金，動中發財。下半年你千祈唔好坐喺度等，運到要主動出擊。越係走動，越係離開舒適圈，去開拓外地市場或者新領域，你嘅運勢就越旺。財神會追住你跑，你會喺不斷探索嘅過程裏面，發現別人睇唔到嘅新機會，發一筆意料之外嘅橫財。第三個要恭喜嘅係屬龍嘅朋友，屬龍嘅你喺五行裏面屬於神土，神土係水庫，佢有一個好特別嘅功能，叫做晦火聚金。上半年餘下嘅破壞性火氣，遇到屬龍嘅水庫濕土，會被徹底撲熄並冷卻，轉化為對你有利嘅財富。立秋之後，屬龍嘅朋友喺事業上會開始掌權，你講嘅說話會極有分量，領導才能得到充分發揮。打工嘅非常容易得到上級賞識，升職加薪係預期之內，做生意嘅名氣會大響，新客戶自動送上門。你係典型嘅權財兩得格局，有名有利，財富大開。聽到呢度，如果你或者你嘅家人、另一半仔女啱啱好係屬牛、屬猴或者屬龍，我恭喜你哋，呢個係難得一遇嘅10年大運關口，請大家幫手點個讚。同時我強烈建議你將呢條影片轉發俾身邊屬呢三個生肖嘅親友，提醒佢哋做好準備，避開禁忌，把握呢個改變命運嘅黃金機會。可能聽到呢度有街坊會喺度心酸問我，文峰師傅，如果我自己同我成家上下都冇一個人係屬牛、屬猴或者屬龍，咁我哋係咪就冇份享受到呢股立秋轉運嘅好彩頭？我下半年係咪就只可以由得自己繼續平平無奇，甚至行衰運？我今日第一句要同你講嘅說話就係，千祈唔好有呢個念頭。風水命理最公平嘅地方就係，大運雖然係天定，但小運絕對可以自己動手去做。天地氣場交接，影響嘅係成個大環境。12生肖人人都有份，只不過係每一個生肖迎接金氣、運用金氣嘅方式各有不同。哪怕你同你屋企人冇一個人喺啱啱嗰三大榜單裏面，只要你懂得根據自己嘅生肖特性去調整做人做事嘅策略，配合師傅等陣教你嘅家宅佈局，你一樣可以喺下半年穩中求勝，保住財富，將日子過得紅紅火火。對於其他9個生肖，我今日就依據五行特性，分別俾大家幾個極之貼地、極之實用嘅破局建議。第一組係屬羊同屬狗嘅朋友，你哋喺五行裏面屬於未土同戌土，屬於燥土。喺上半年烈火猛燒嘅時候，你哋嘅土被燒得太乾太燥，所以人好容易心煩意亂、急功近利。立秋之後天氣漸涼，你哋最需要做嘅就係滋潤同沉澱，喺屋企保持環境整潔，多放一啲綠植同清水。做人做事要記住穩字當頭，千祈唔好做高風險嘅投資或者貿然簽重要合約。只要你守得住本心，穩紮穩打，抽金之氣自然會幫大家將過去嘅辛苦轉化為穩健嘅收益。第二組係屬雞嘅朋友，你喺五行裏面同樣屬於酉金，同立秋嘅金氣係同類。雖然你冇生肖猴嗰種驛馬奔波發橫財嘅動感，
但你下半年嘅金氣依然係非常旺盛嘅。屬雞嘅朋友喺下半年最緊要嘅係修飾自己嘅人際關係，因為金氣太旺，人好容易說話太直、尖酸刻薄而得罪人。下半年做事說話留3分餘地，多聽少講，以和為貴，你嘅貴人運就會大開，身邊嘅朋友同同事都會變成你招財進寶嘅幫手。第3組係屬鼠同屬豬嘅朋友，你哋喺五行裏面屬於子水同亥水，五行裏面金能生水，立秋之後嘅旺盛金氣，正正係生旺你哋水氣嘅源頭。所以屬鼠同屬豬嘅朋友，下半年你哋嘅智慧同頭腦會特別清晰，係極之利於求學思考同規劃嘅半年。如果你想喺下半年學一項新技能，或者為家宅資產做長期嘅理財規劃，依家就係最好嘅時機。用你哋嘅智慧去賺錢，必定事半功倍。第4組係屬虎、屬兔、屬馬同屬蛇嘅朋友，虎同兔屬於木馬同蛇，屬於火，立秋金氣抬頭。對於木同火嚟講，係一個收斂同休息嘅季節。你哋喺下半年千祈唔好盲目擴大戰線，唔好喺唔熟悉嘅領域掟大錢。反過來，你哋應該將重心放喺保養身體、維護家庭同守住現有財富上面。秋天要特別注意呼吸系統同肺部健康，身心平安。少破財本身就係最大嘅賺財。講完12生肖嘅應對之道，接出嚟我就會公開我文風壓箱底嘅風水秘法。呢個陣法叫做立秋八白聚金局。呢個局不論你係邊一個生肖，不論你屋企人屬乜，人人都可以喺屋企佈陣，而且完全唔使花你1毫子去買任何昂貴嘅法器。大家只需要喺屋企廚房或者櫃桶裏面準備3樣最簡單嘅物件。第一，一個純白色嘅瓷碗，大家記住一定要係純白色，唔可以有彩色嘅花紋或者圖案，因為白色喺五行裏面代表純正嘅金氣，而瓷碗係土製嘅土能生金，瓷碗係最理想嘅載體。千祈唔好用膠碗或者紙碗，嗰啲材質會阻擋能量傳導。第二，準備8個洗得乾乾淨淨、閃閃發光嘅金色硬幣。喺香港最理想嘅就係我哋成日用嘅5毫子硬幣，因為8呢個數字喺玄學飛星裏面代表嘅係8白左輔財星，係目前9運裏面極之當旺嘅財星。8個金色硬幣就係將8白財星嘅能量模擬出嚟。如果揾唔到5毫子，用其他金色有金屬質感嘅硬幣或者遊戲金幣都得，關鍵係要清洗乾淨，唔好有污漬。第3，大半碗新鮮清澈嘅清水，喺風水裏面係用嚟聚氣嘅，能夠將周圍流動緊嘅無形財氣，好似磁石咁吸過嚟凝結喺碗裏面。大家記住要用新鮮嘅水，唔好用隔夜水。操作方法極之簡單，你將清洗乾淨嘅8個金幣，帶住恭敬同期待嘅心態，輕輕放入白色瓷碗嘅清水底部。擺放嘅時間同方位係最關鍵嘅一步。請大家喺8月7日立秋當晚食完晚飯之後，將呢碗水擺喺你屋企嘅正西方或者西北方。正西方係今年嘅8白大財位，西北方係金氣最旺嘅輔助方位。擺喺呢2個方位，就等於將一個信號接收器擺喺最強嘅位置，能源源不斷將天地間嘅抽金財氣吸入你間屋。佈局做好之後，你唔需要每日去煩佢，只需要每隔1個星期左右換一次新鮮清水，保持碗裏面嘅水質清澈透明就得。當你望住碗裏面清澈嘅水，望住水底閃閃發光嘅金幣，你自己嘅心都會平靜落嚟。而一個平靜安定嘅心，本身就係最好嘅家宅風水。呢個8白聚金局會幫大家喺下半年鎖死財富，保佑全家家宅平安，財源廣進。各位街坊、各位朋友，講到呢度，我今日最想留俾大家嘅係幾句貼心嘅心底話。人生就好似4季更替，有春生夏長，就必然會有秋收冬藏。冇一個人嘅一生會永遠順風順水，喺夏天亦都冇一個人會永遠留喺寒風刺骨嘅冬天。回望上半年你所經歷過嘅所有艱難、所有委屈同所有唔順心，我希望大家換個角度嚟睇，真金不怕紅爐火。上半年嗰場猛烈嘅丙火，其實就係天地用嚟打磨你底子、鍛造你心性嘅煉金爐。如果冇上半年嘅咬實牙關頂住，如果冇上半年嘅默默累積，你今日就唔會有呢種堅韌嘅底氣去接得住立秋之後登場嘅呢股沉甸甸嘅秋金財氣。烈火已經退去，真金正喺度顯現，屬於你辛苦耕耘之後嘅豐收季節。而家終於到咗玄學，講到最高深嘅境界，從來都係2個詞：
命由己造，相由心生。你屋企嘅風水佈局係外在嘅氣場，而你內心理性、平和同善良嘅心態就係你個人最根本嘅內在風水。當你懂得順應天時，避開無謂嘅爭執同抱怨，做好家宅嘅聚金佈局，同時保持一顆心，寬體胖隨遇而安嘅平常心，天地間嘅好運同財富自然就會好似源源不絕嘅泉水一樣，主動敲響你嘅家門。如果你覺得我今日分享嘅呢啲理念同方法有幫到你解答心中嘅疑惑，有俾到你重新出發嘅力量，我真誠建議大家順手將呢條影片分享俾你身邊最關心嘅親人，你嘅另一半、你嘅仔女以及你嘅知心好友。玄學入面講，分享善念本身就係一種極之深厚嘅積福積德。你親手將一份轉運嘅契機同希望送到佢哋面前，幫佢哋避開下半年嘅坑，幫佢哋把住財富嘅關。呢股善意嘅磁場最終都會加倍反饋到你同你家宅身上。喺影片嘅最後，我誠心邀請每一位朋友喺留言區留下一句心寬福自來，平安即是財。呢9個字係我文峰送俾大家下半年最珍貴嘅祝福。當成千上萬嘅街坊朋友喺留言區一齊寫下呢句善念嘅時候，大家匯聚起嚟嘅呢股求福念力就會形成一個極之強大嘅正能量磁場，回向俾你自己，更加保佑你全家上下。記得點擊訂閱文峰講生肖，點亮旁邊嘅小鈴鐺，咁樣下一次有最新嘅生肖開運指南同風水秘法，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對文峰嘅支持同信任，我哋下期再見，祝大家下半年家宅平安，豬籠入水，富貴雙全，大吉大利。